大家好，我哋係四寶路中學嘅學生，我係 Alice，我係 Zoe，我係 Tyra。我哋將為你哋介紹我哋嘅綠色校園設計，呢個就係我哋嘅模型啦。我哋第一個系統係垃圾分類系統。我哋發覺學生成日將各種唔同嘅垃圾放喺掉埋一齊，呢啲未經分類嘅垃圾最終無法被回收利用，所以我哋喺校園入邊設置咗唔同嘅分類回收箱。呢個系統亦配備咗喺校園入邊巡邏嘅機械人，會有執拾被隨意丟棄嘅垃圾，保持校園環境清潔。接下落嚟，我哋將會演示運作流程。系統仲包括收集使用過嘅餐盒，以便重複利用嘅餐盒回收箱。仲有一個堆填桶，可以處理同學食剩嘅食物。仲有一個通過壓縮垃圾嘅體積，以便減少垃圾嘅體積。我哋第二個嘅系統就係空氣溫度測測器。我哋嚟到學生會喺空氣溫度較低嘅時候電開空調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我哋呢個系統會監測空氣嘅溫度，空氣溫度較高嘅時候會自動開空調，而空氣溫度較低嘅時候會產生以節約能源。熒幕會顯示即時嘅環境溫度。我哋而家會顯示我哋嘅運作過程。例如，室內嘅溫度跌到去17度嘅時候，就會自動將風扇關閉。當室內氣溫展示為31度嘅時候，就會將課室入邊嘅風扇自動打開。接下落嚟係雨水回收系統。我哋注意到校園嘅用水量相當可觀。為減少水資源消耗，我哋設計咗呢套集水系統。系統可以收集雨水，當雨水沿管道流落嚟嘅時候，可以推動水輪產生電力，供校園使用喺非必要性嘅區域。例如，收集到嘅雨水仲可以用於灌溉校園室內嘅植物。現在我哋將為你哋展示系統運作流程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水力發電裝置。當水管入邊有水流落嚟嘅時候，便會推動水輪轉動。當水輪發電嘅時候，便會有熒光幕顯示着燈，顯示為發電中。當喺冬天嘅時候，室內嘅食物缺少水分，我哋就可以使用之前儲存落嚟嘅水，為佢哋進行灌溉。另一樣增設嘅設施係發電單車。我哋觀察到同學平時運動量不足，透過呢項設備，學生既能鍛鍊身體，同時能產生電力。當同學成功產生電力嘅時候，後面嘅熒光幕就會着燈。我哋亦都設立咗排行榜系統，統計每一位同學嘅發電量。年度發電量最高嘅同學將可以獲得獎勵，以此鼓勵大家積極參與。第三個措施係將課室入邊嘅燈膽轉成 LED 燈膽，可以減少使用能源。同時亦會在屋頂上安裝太陽能板。當夜晚亦有學生留喺學校嘅時候，就可以使用太陽能板入邊所儲嘅電。同時喺較少人使用嘅課室入邊，我哋會裝智能感應燈，只有喺檢測到有人使用嘅時候，先會開燈。當去到夜晚嘅時候，太陽能板就會使用佢所儲嘅能量。呢個就係我哋模型嘅介紹，希望大家鍾意，多謝。